内面嘅王出李淑杰，王出是得讲系世界上亲内面嘅虫，无论在养熊嘅环境都是得生存。先生是讲过，人类出现在地球嘅3亿年前，王出嘅老祖公做到地力做到咧。结局比方硬定定嘅断毛当门感，略略感受到唔插血岩是走到两脚毛搭体，因岩毛是看毛加重样。我看佢细细只，这是很爱亲近嘅生物咯。冬夏头，有一日半夜，我本来改件皮从梦中同孙后进学习长生不老。咸咸风知道有乜嘅东西对我嘴角扫过去，略略痒痒。我伸手一摆，瞄到一个硬硬巴巴嘅壳，水白开木竹清香。阿妹爱哟，睇只太王七同埋对象，吓到我心寒胆战，尿茶一泄出来，啊一声，棒切蛤蟆盖喊到太麻香。按夜里下上鬼叫，微微滚很用船。阿妹听见开门入来，我看到叫声来咧，夹夹飙过去同夹都市南狠狠，硬硬会叫出声，王出要王七，算系我手指看过去，已经剪出鼻梁，就白太饭人头拍白灯嘅王七，是像一个着件金色色嘅西装，都跟密是扣派头嘅老先生。无理理嘅眼睛下过去。手板当脚踏出土鞋，啪一声下起被转。不过太王出面唔少人，下开炮击使出悟空术，像虫子咁样对见我等逼过来。我吓起几几棍，夹夹飙上面床，一下唔记得自家几件超棒嘅体重，前面股就头面床边上跳几下，一下惨咧，唔知喺面床边踢扑踢行火，也喺我踢皮踢太巧，几家一声。面床边沙本系垫必劈嘅，面床边外本垫立嘅，系唔夹夹落来。头先八面威风嘅阿妹，一下无心过战，不头来关心我哋受灾难民，引起大国王七嘅土鞋，出力逼我嘅强人度。后冷淡嘅我，一看到鞋带很稳稳引系王七嘅一皮扑热，一直跳到半天讲一声，在嗰嘅面床边渐渐本系垫入一太空。一下阿妹嘅面看上来，比王七还较得人惊哦。同阿妹嘅好多相度，反上嘅王七手拍脚脚，一下是专业别碰照面起嚟。过后我改系阿妹小娘嘅屁股见面，王七真乃系同孙后比赛长生不老，唔知哪个会较厉害。野球国田二年作，天使播出台湾区拿到世界野球12强冠军，所有嘅球员从天南向下又小又高。一个冠军台湾得有32年研究咧。颁奖典礼并中华奥飞飞过，去现场看比赛嘅台湾球迷目睭蓝感停健太上场，看转播嘅我也感动去规身鸡马皮碰碰去。明去细汉嘅时，我哋装好1000摄影盘当现野球。状态为超进去练习打野球，见得到那时有野球比赛嘅转播，是我上朝带喺爱灯头去200个插火点向下看转播，大家坐下看都当一文，心情也会停喺中华区嘅打击同防守起起落落。看到中华区打出安打也系长腿打，我哋会欢喜透天，今晚那分冠少唔会失，不过那系分配杀得分。大家又会触及到命系无停，大家平常时打球冇班拍，唔过到转播看比赛嘅时，晒要变到像专业嘅球评，唔会受一家当杯嘅样。我哋打球嘅球棍，系同买33手嘅阿财白头嘅球系福教先生无爱嘅名球，受落系我哋用几种球波之情向下接出来嘅，球场系阿明古加木船嘅空体，嗰用几啲转角做雷包。是舒适都耐唔得咧。有一摆，我哋当初打野球，我叫阿旺看到我哋嘅球，撒开始奔肉向，球传到哪其实脚到哪，一下冇注意，阿旺就向来夹到球，是走落田度去。
我哋為咗將每一個球局轉來，咱係會估到這些人辛苦耕嘅田，幾千世人是表落田度腳阿旺，到上球田做世界阿佛伯，看到我哋幾千超入田度，太馬上多人行腳經過來，快死哦，田超快了，無人搞死係冇，那啲無腳無安死。阿旺看到大家腳來，撒一支槍，表上表落就本我哋腳。是安尼阿佛伯叫我等，我哋叫阿旺，將一個好好嘅田抽去外國施化。今日轉野了後，大家做下許多西太人準備嘅好料，竹筍炒肉絲，食起飽必必的。太寒了後，雖然大家四散各地各無共樣嘅生活，不過尊重下嘅事，係因為照共下泡茶草料，講起我哋嘅有歡喜、有快樂、有目擊、有瀟灑嘅童年。這下屆我哋雖然乜嘅都冇錢買餅，冇錢買蛋撻，冇錢買玩具，不過我哋有真單純嘅快樂，還有真珍貴嘅童年。幫人鬧嘅木棉樹後邊嘅延續，好高籃球場上，仲有兩排動態條嘅木棉樹。當然1到3、4年，木棉開花嘅季節開到冬鬧，桂樹當風照照當好看，其他樹下看紅色嘅花襯係拍圓，有人講到本人安樂，想到過路嘅人講，哇，實在很正，很浪漫哦。唔過萬人哋，啲花醬係正，咪一滅水人，正嘅背後。其實係一場令人為過本人頭腦切嘅噩夢。是係人講嘅，上花人唔係受花人嘅艱苦。寒天嘅叫強風，小小棍吹到樹上嘅葉搖啊搖，搖過是得跌到桂林球場黏黏嘅樹葉，負責蘇林球場嘅瓦凳，日都收起最多皮橋，將在打造是收起貴心汗流脈絡，將做乜嘅太條路用。呢條樹葉因咩生人，卡數都數唔嚟。金白將收好，一清風吹來，元旦收好嘅蔬菜又係幾片嘅樹葉。籃球場配層落葉，像係改皮嘅樣。春天來嚟，天時較少亂掉，木棉花是開始太開。加上羽毛球火紅色嘅花蕊係另一種風情，實在講安樂得。天內行不時是像鋪有一層盤盤嘅花壇，那係唔是數，我可能未會欣賞一定嘅獎。一類一類跌落來嘅紅色羽毛球，帶來另一種麻煩，實在無格實。灑落來，花車劈，停喺春天腳鋪纖纖行人。使用嘅棉也開始隨風飄散，散去歸天內。一對拍色嘅棉，又係另一種新嘅挑戰。一定飄喺空中，還會停喺風飄散慢那氣，吹到哪飲到哪，思向各頭背角都有一定嘅種隻。所唔劈嘅棉，本高明嘅人。總係雷木竹，總係下條噴田，實在當得人鬧。半些都感受唔到那位浪漫。棉時嘅季節過嚟，又開始掃樹葉、掃落花、掃棉時，年4年按來過。我聽我阿婆木棉樹按得人鬧，其實講形容這樣係正，來鳥得人驚。花跌落來，笑到叫死死，大項事情有些好模良好。從年透天，木棉樹帶來無共樣嘅面貌。寒天嘅落葉，春天嘅落花，停進來嘅棉時，所以啲啲木棉花季節度，唔單止欣賞佢嘅正，也啲啲變數嘅過程中，學會耐心同堅持。特別變數都係同自然共處嘅一種方式，雖然冬天，也本人定感受欣賞到生活嘅好同快。幫太所嘅機會，持宣講連續，也係親為一場嘅冠亞軍賽，談到幫一項實，心意實，線上太馬相學，大家人雙手較很太所，
身体中带向后背放，脚趾纹配合互相向后背伸展，手夹下夹下个是力头，心跳上头胸脯打落骨，瞬间额头流落来个是整指上一样嘅汗水。冇想到对手一抹杀同阿定用过去体重嘅比赛杀手拍，唔甘愿嘅心情全写喺面上，想到抢存一摆嘅机会，大家嘅心脏卜卜跳。顺风加油嘅同学咪喊到手盖难命，先生爱眼定心，并提头抬起，堂姐就是力头，双脚一枪当在体内行，你葡萄稳稳捡系成功嘅样，总算说半阿定愿望转，有变第三场嘅机会。第三場嘅衝上磅要響起，大家潛進同心協力嘅信心，向下學出實心意實，心意一步一步退後，是一步一步向前。這句話咪同我嘅義工旋響起，義過來又義過去嘅態勢，是像因為所過來又所過去嘅下過，看見樣多流過去咧。同學嘅加油聲，見來見太響，親像天手拉起嗰條封鎖嘅鐘。心線天天要挖過來，個堂度嘣一聲，世界沙槍點劈一秒，騰踢嘅歡喜跳天，本大家搶到跳上來，慶祝嘅鼓聲響起，冇唔錯。我哋幫人參與一場比賽咧，面上咧學期學校舉辦班對班幫體操比賽，運動強項接接會看到當到班級同嘅練習，結果先生喺體育課教大家熟悉幫體操嘅基本規則同技巧。請記得先生講，幫體操唔係比萬人的淘汰，係比那個班級較團結。這句話聽起來當簡單，要做什麼應該？為咗培養大家團結合作嘅精神，特別練習由同學嘅手把掌起水漂，由同學嘅腳七頭擼到爸爸，冇時跌起四腳仰天娃娃滾。不過冇人講要放棄，禮拜比賽珍貴嘅畫面，做下係我哋向前進嘅總結。綁緊體操，我哋學習按樣旋向下來跳起，按樣旋來集中力頭，按樣旋堅持自己嘅定位。相信只有也唔係後退，係前進，用倒退來彎轉成功。強心將時代改變趨勢，社會經營都使唔得。每場綁體操比賽，唔單止係體能嘅素養，還係意志嘅考驗。我哋用團結合作書寫一場本調嘅篇章。咪本來學習到向後退一步，是向前進一大步，嘅人生智慧。由春未來年前會研作講到涼水，唔會想到乜嘅。我想大部分嘅人飲時是會想到手搖飲料。對我來講，涼水唔單止止渴，還較像係一種本人心情中用歡喜嘅細細幸福。唔管係標準時節同朋友共下買一杯，見行見啉見打嘴鼓，也係靠時靠拍而同自家鼓勵下，一杯涼水總是得帶本來好心情。我親中意嘅涼水係珍珠奶茶，奶茶嗰種濃濃嘅美水。還有新芽嘅珍珠，見擺適到，每日嘅飯少是會唔見撇。超珍珠嗰種感覺，唔啲樣選是喺本人吃到當滿足。不過，學校健康教育課咪直接提倡壓定，你下當到涼水糖分做下一個，那喺當日飲涼水可能會變到皮綠綠，還會有蛀牙嘅問題，除非對安定嘅身體唔好。學校先生還提倡會有環保嘅問題。先生講。啉一杯涼水歡喜10分鐘，地球可能會發幾10年，將是得分解嗰條塑膠杯、封膜竹鋼，尤其當多人還會亂跌，輕微可能被害毒嘅動物食著，嚴重到還會害家庭死皮。當然係降低，原來等當日啉嘅一杯涼水，咪抗係很多問題。所以我哋國家咪開始做一些改變，比如講我哋還會自家泡茶、打果汁。還會做仙草凍加牛奶，又黐又空間。你下我咪會帶自家嘅環保杯去買涼水，還是得上5間元咯。涼水有冇共用嘅口味，是像人生共用。有人中意甜嘅，有人中意酸嘅，有人中意濃濃嘅奶茶，有人中意爽口嘅冷泡茶，是像對每一個人嘅人生。
无可能单枪是一种美水。有时节迄甜嘅像係考試打頭名，朋友送生日禮物；有時節迄酸嘅像同朋友演假；有時節迄苦嘅像考試壓力大。因為有了條無共用嘅美水，人生將有層次、有故事。是像啉一口略略苦苦嘅飲茶了後，顛倒會行較真實，下一口甜甜嘅奶泡。生活都無可能當日都順遂，免無可能日日都快樂。那一定前提會了到酸甜苦辣，都一定心中嘅一部分。涼水是得帶本人快樂，唔過但絕對沒有學會先測對身體好嘅，對地球友善嘅國家一啲好感。是像人生共樣，唔係追求越多越好，係度度好清好。我係細時種就醫研作，很細時節嘅愛，親屬世界，唔係那間補習班，也係才藝班，係鬧熱又黏黏人情味嘅野戲。為到本來有較好嘅生活，阿妹二時頭到天空做些，連暗行去趕緊去野戲擺攤賣米劇、皮包無夾得到。美濃野戲、高雄野戲、六龜野戲，哪位有人，哪位都有阿妹嘅信仰。阿妹雖然當日參上參下。唔過我唔是透過佢辛苦，佢壓緊抌得硬，綁緊湊緊上得冚嘅精神，係我一生人嘅榜樣。家下我將透過笑，阿妹總會試係夾嗰台雙型車嚟將我下課。嗰台車是從一個細型嘅倉庫，底部係將黏火同鐵架。唔過阿妹親像魔術師，用隻口手變出一個細空尾本嚟坐。雖然當起當擺坐，唔過我還係會開起見獨孤。那係我無水平，是會同阿妹共下落火擺攤。當然，有時間我會揸意水平，享受一下本阿妹寫嘅鐵劇。坦白好些，我會拜託阿妹幫我不是更遠，叫買我親好食嘅雞排。行去雞排攤嘅時節，我選擇順路，規個夜市監督，大家要認真做生意嘛，所以大家都很愛夜市嘅細市場。涼水攤嘅阿姨會熱手很愛去。市長一杯珍珠奶茶搶啉，買 QQ 卵嘅頭家咪會熱情講，阿弟姑一包拿去同阿妹共下食，嗰時節嘅愛，手上拿係食嘅東西，心肝都將黏黏快樂同沙皮，也是咪係愛鐵擺穿肥嘅蔬菜，特別隔壁買香酥雞嘅頭家，二手唔辣，是為很愛去聽手入台千斤兩，做到簡單嘅事頭，3點鐘是穿到300個元。對當時細細漢嘅我來講，是將係出頭獎300萬嘅樣，聽起來唔得。那係頭家冇錢愛，愛是為留低阿妹嘅攤行，聽手找人客，收錢找錢，選擇當臭屁的人客我攏愛。家庭總係小小講，臭屁唔曉試車，還有乜嘅唔愛嘅。嗰時節嘅愛，是為幾經橋到上河嘅片起嚟，也是唔單止係愛食野，夾所謂嘅蔬菜。青春有嘅係，各位有愛同阿妹兩子愛快樂嘅回憶。你下太寒嘞，特別行入夜市，看到嘅一盞一盞嘅天火，一個一個無限之家嘅信仰，仲會銘起頭擺嘅長時間兩子愛嘅信仰。他夜市順來順去嘅細市場，用雙手撐起規個國家嘅阿妹。是個社會人2020年作讀小學嘅時節，當然暑假野外都會再去我阿公婆家聊一兩個月。記得有一擺，阿爸試車經過西瓜田，看到個西瓜一粒一粒拖魯迅貼起高高，順行一大排寫緊一粒100塊。阿妹看到講，哎喲，用咁便宜，這個工錢都唔辣哦。是喺阿爸同車停落來，
托一粒太丝瓜帶著我阿公木家到臨暗，天時還係當炎熱，10包夜過後，大家將手掉結帳燈到太樹下了涼打最鼓，佢做下同我阿婆聽手，同嗰粒太絲瓜抱咗一念一念，我阿婆親切，看下後冷水都會跌落來咧，實現切一堆本色，哇沙沙甜甜又跳心涼，很好食啊！家家同絲瓜掉去太樹下。大家一念食過又一念，食到血嘴曲皮，也是隻牙耳公船聽到嗡嗡嘅聲，原來係一隻烏蠅趴喺本絲瓜嘅甜味上度。是對牙旋風比上比下，認識絲瓜乃有閒情插旗，是凊彩用手分兩下上去同佢分走，冇想到過摸一下，也唔知絲嘅烏蠅又飛過來嗡嗡嗡嗡，實在很得人鬧。人講沒有一項強。天生萬物都有佢嘅優點同用處，將什麼嘅同朋為才能，將嘅藥使得本人欣賞，做乜嘅啲烏蠅都冇半點好呢？上來像七個樣，兩粒木主人太太粒，規身又烏索索，像為蠻耐強蠻耐毒，害人惡力度。接接聽到太人講，有人變撲克是有人收，白頭是門外阿公，阿公條白人做下為頭屋家學一隻苗來做老處啊！唔講啲烏蠅親驚乜嘅喏，來學一隻，安尼是唔驚烏蠅來作怪咧。阿爸托旋風聽到詐意了講，佢等學一隻啦，好冇阿咪愛哦。我講笑呢，一個等人鬧，一個又等人驚，半斤八兩無卡樣。發到問講說，嗰隻烏蠅又飛轉來咧，還見到絲瓜面當，木當當看佢飛啊飛，青梅田頭頂條紅，機會來咧。家家殺去報紙對俊俊是大高興啊！本佢飛走咧，喺阿爸趕緊來聽手，老太妹興嘟嘟來吊鬧熱，大家七手八腳。我阿婆看到笑講，唔是按羅漢家家同絲瓜皮燒燒烘來，我表弟個蛇烏蠅較有樣啊！係哦，中藥蛇烏蠅家家同絲瓜皮燒入垃圾袋度，嗰塔都神狠狠。安尼咧等鬧個烏蠅是冇喜好唱咧。吉蘭花仲好生延續，一波行過社區嘅公園，看到吉蘭花又開咧，香味隨風飄散，拍花望心，落到石頭路面，是像一粒粒切開來嘅濕卵，本人都唔到頓腳來天天欣賞，挨哭落來，飲起一類將跌落來嘅吉蘭花，佢雖然已經離開些樹芽，唔過冇面皮，還係拍槍又清清嘅清香味，呢類花飲時是本來香氣。前幾日學校舉辦嘅通福亂發通，今日我哋有請對龍潭北印農場來嘅劉太子分享友善飼養嘅觀念。佢表示嘅，那係學徒農度，無法度自由行通，也係生一條，是會變到當金章，三不二時還會破片，生出來嘅卵自然是唔會健康。佢還講，台灣現下經過友善環境學出來嘅雞卵，大概將兩項特點。大部分嘅雞卵係喺對吉農來嘅，友善飼養係一種尊重生命嘅學動物方式。呢場發通唔單止係幫學生了解動物嘅福利，也感通到家長。有一個阿妹講，原來特粒雞卵背後都有一隻雞媽快樂，也係悲情嘅故事。下次擺去市場買雞卵，會更加支持通福卵。發通當中，雖然係用通福卵做卵件，有一個學生講。專講雞會少，佢生出來嘅卵聽出會很較空曠。聽到呢句話，我知道當感心。家庭教育日，我哋教細人安心食東西嘅方式，咪教家庭關心生命嘅方式。我要想起去年學校同校嘅雞子改做生命教育研期嘅時節，每次年辦過一個祈福卡嘅發通，有一個學生寫，希望雞媽是得個幸福嘅生活。短短一句話。是展現出細人對生命嘅尊重同祝福，也漸漸是喺我哋做生命教育嘅目標，教細人對尊重一粒卵開始，了解生命嘅價值，
学会温柔对待世界万物，是像哥伦花嘅一生。花开代表出世，花落是系离别。虽然花落到天涯下，不过香气还在，人未穷养。那系一生人对人有爱、做有意义嘅事。虽然有一日天朝会离开，未会留到本人记得嘅形象。看到公园归天嚟嘅哥伦花，想到我也今年为到世人设计嘅生命教育课程。虽然课程多，有时就会读到打击，不过更加多嘅系感谢，因为我哋有条香气，唔单止系为到一家留存，还卡系要本人记得送花本人收留香嘅用途。